所发布112年推出号码111，是属于政府的简讯号码，望就是要互民众较好分别袂去互诈骗去。不过，即阵连这111号码嘛去互诈骗集团偷用去，有真侪民众看到111，就相信讲是政府发来，颠倒是伤过头放心，就安尼去互误倒去。伫咧遮，就要提醒咱的观众朋友，即马诈骗的手法是一直在变化，一定要多多查证。日常生活诈骗陷阱多，不少民众已经养成会做查证，啊，毋过就连111政府专属简讯嘛传出互人偷用的情形。还是会就是查165反诈骗，就是再看一下，确定是不是真的。我还是会相信诈骗的问题啊，应该比较不会从政府这个角度切进去。进前道民众收到111政府专属简讯，继续高雄监理站发送交通违规罚款无交的通知。简讯当中，各附吊希望纸。民进党立委蔡其昌嘛指出，即阵警方伫南部查到诈骗集团利用叫做2G 基地台发送111简讯，代表政府简讯也有可能叫诈骗集团利用。来自111也不见得就不是诈骗，因为现在的电信其实是网络电信时代，电脑可以在数位上显示成任何你要的号码。111的部分呢，这个目前都还是零星的个位数啊，哈。天数交提醒，诈骗集团手法多变化，可能透过车载移动基地台，伫特定区域内发送假的111简讯，互本来是政府识别代码的111平台出现误导的风险。提醒民众一定要提高警觉，莫点不明的连结，莫着急回应，挂断连结，重新家己查证，才会当降低诈骗风险。或者嘛建议政府应该跨部会联防，才会当精准有效拿查诈骗简讯。让你的手机连到它的移动的基地台的时候呢，它就可以把你的手机降频降到2G， 然后呢，透过那样子的漏洞去发简讯给你，有可能你会收到是111的这个简讯，但是呢，就是不是政府发的。针对警方查到诈骗集团用假的2G 基地台发送111简讯 ，NCC 代理主委陈宗秋表示，5月初开始，安卓新手机拢会预设关起来。iOS 手机上班伫今年底前也会做修正，未阁收到这种的简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